歡迎大家收睇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 GM 看世界。傑哥啊，我哋嘅旅行團咧第二架巴士咧都就嚟滿啦。咁但係今日發生咗兩個事件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如果大家係認為自己已經報名、已經提交呢個報名表，但係又收唔到任何嘅 email， 係即刻收唔到咧，話已經接受咗你嘅報名咧，咁就有問題。咁一定要再試下 submit 多一次，提交多一次，甚至乎打電話嚟同我哋確認。要睇到我哋嘅回執先叫做正式報名成功，因為咧有時電腦系統問題啦，或者有時撳錯鍵嘅問題啦。因為我哋嘅觀眾朋友好多都好似我咁嘅年紀，用電腦咧成日都得嘅，你得嘅。唔係成日都有啲莫名其妙嘅問題嘅。咁所以今日我哋已經發現兩個朋友以為自己報咗名，咁啊因為傾開其他嘢，我哋先發現點解唔見你嘅名嘅？咁我撳咗咯，但係冇收到。咁一定要見到我哋嘅回執先算係正式報名成功。咁第一架車咧已經滿咗啦，我哋亦都發咗電郵俾大家，希望大家喺24小時之內付款。咁如果係收唔到你嘅款項咧，咁第二架巴士嘅人咧就可以補上噶啦。因為有啲朋友唔排除係改變主意，所以如果你冇付款嘅話，我哋覺得你可能改變主意咧，我哋俾一啲第二架巴士嘅朋友咧就會填補呢個位噶啦。咁所以大家留意我哋 email， 24小時之內咧，希望能夠完成付款。如果有啲實際嘅原因話延後咧，都唔係問題嚟嘅，但係要同我哋溝通好。係啦，咁啊講翻呢一個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啦。咁其實戰爭打到而家咧，好多個媒體咧都話川普政府內部咧就為咗呢個戰爭有分裂㗎。咁話口未完咧，美國國家反恐中心嘅主任叫做肯特喺17號發文表示咧，反對呢一場正在進行中嘅伊朗戰爭，決定辭職。咁而肯特喺呢一個嘅 X 平台上就話啦，佢憑良心冇辦法支持繼續對伊朗作戰。伊朗對我哋嘅國家咧並未構成立即嘅威脅。哇！咁即係佢覺得打呢一場仗真係唔啱喎，係違反良心。係啦，咁係咪真係代表川普嘅政府裡面嘅成員真係有啲分裂咧？嗱，其實最早話川普政府內部分裂咧，係話曼斯副總統唔支持呢場戰爭。咁甚至有記者咧係採訪曼斯嗰陣時就問呢個問題。曼斯話：你想見縫插針啫嘛，你想離間我哋關係啫嘛。曼斯已經明確表態係支持川普總統呢個決定嘅。嗱，我呢個人與人之間咧一定有啲不同意見，咁但係大家經過商量、經過協商之後，大家揾到個共識，咁啊解決問題咯。呢個肯特佢話辭職嘅原因咧，我哋睇下。第一，佢話憑良心冇辦法支持呢場戰爭。我哋知道47年前，當美國同伊朗嘅外交關係發生一個變化，伊朗一直支持恐怖組織，對美國人發動襲擊，特別對美軍發動襲擊。咁多年嚟咧，已經死咗1000幾，美國公民、美國軍人已經死咗1000幾人啦。咁我唔知呢個肯特嘅良心去邊度咯。第二，佢話伊朗對美國未構成呢個立即嘅威脅。咁我想問下，伊朗嘅核武器、伊朗嘅中程導彈對美國嚟講係咪威脅咧？梗係啦，好明顯係威脅啦。譬如講佢做出咗原子彈，細細地嘅所謂嘅，我哋睇過好多電影都會有嘅，一個皮箱就可以裝個原子彈彈頭。佢哋美國如果真係引爆成功嘅話，哇，非常有危險。咁對美國會點咧？所以肯特喺佢嘅成個 X 平台發文裏邊講佢辭職嘅原因咧，我好難認可佢良心上覺得打伊朗係違背道德嘅。我唔知點解伊朗呢個政權肯特咁中意佢，從發動恐怖襲擊、養恐怖集團到對自己本國嘅民眾嘅示威開槍掃射，造成起碼數千人嘅死亡。肯特你嘅良心喺邊度？我想問下。第二個就係你話伊朗冇立即嘅威脅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明顯，亦都係胡說八道。咁但係呢個係咪代表川普內部分裂咧？我首先要講國家反恐中心係一個乜嘢機構？佢係咪一個好重要機構咧？係，佢係一個好重要機構。但係咧，佢係一個情報分析機構。佢係呢個隸屬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下邊嘅一個機構。而肯特點解會反對對伊朗呢場戰爭咧？你睇佢講嘅其中一句話咧，我認為呢個先係佢真實嘅原因。邊一句話咧？佢喺 X 裏面講，佢話發動呢場戰爭咧，係因為受到以色列及美國龐大遊說團體嘅壓力。嗱，美國要打呢場戰爭，喺佢睇嚟係以色列同埋呢啲遊說團體俾美國壓力。以色列如果俾美國壓力咁有效嘅話，47年嘅時間，美國點解冇對伊朗發動戰爭咧？點解去到川普呢一刻睇到伊朗嘅濃縮鈾提煉已經去到60%，美國先發動呢場戰爭咧？我從呢句話當中咧，我個人判斷下。肯特係一個反猶主義者，係反猶太人嘅。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共和黨內部就冇反猶主義。
其實反猶主義咧喺歐洲國家咧以前係好盛行嘅。點解咧？你唔可以話完全係因為希特拉嘅邪惡。猶太人係一個好特別嘅民族，佢哋有自己獨特嘅文化，有佢獨特嘅行事方式。大家都聽過個故事啦，話猶太爸爸點樣教細路噶嘛？叫個仔喺2樓跳落嚟啊嘛，跳落嚟爸爸接住你。當個仔跳落嚟嗰陣時咧，佢彈埋一邊，等個仔達生魚咁打。好信人啊嘛。係啊，咁然後同我講嗱，仔教你啊，以後唔好信人啦。呢個係歐洲國家文化對猶太文化嘅一種描述。我哋講個例子，一戰之後，德國因為戰敗國，經濟崩潰，德國絕大多數嘅人連飯都食唔飽，但係因為喺一戰當中，好多猶太富商發咗財，佢哋喺德國咧，佢哋毫不掩飾自己嗰種紙醉金迷嘅奢華生活，所以令到德國民眾對猶太族裔咧產生咗痛恨。所以希特拉喺佢上台之後，可以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係有好多德國人支持佢呢個行為嘅。所以喺歐洲人當中又存在非常深厚嘅反猶文化，而呢個肯特咧，我認為佢辭職嘅原因，佢就係一個反猶主義者，佢覺得而家係美國幫緊以色列，所以肯特嘅辭職，你話對川普政府內部造成幾大嘅影響咧？咁你都知川普嘅性格就係川普話走咗仲好啦。有啲媒體話肯特有個特殊身份係咩咧？係加巴德嘅，曾經做過加巴德嘅幕僚長。加巴德大家都知道，而家係美國嘅情報總監，但係佢最早係民主黨人，佢係代表民主黨係國會嘅參議員，但係收尾佢同民主黨決裂。咁係咪因為肯特離開政府，加巴德會同川普反面咧？情報總監同總統反面咧？嗱，呢個就係政府內部巨大嘅裂痕啦。但係咧，加巴德好快已經喺 X 發表聲明，佢認為美國大多數嘅人選擇咗川普做總統、做三軍司令，而三軍司令係有職責去分析伊朗對美國所造成嘅威脅而作出決策。佢支持川普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咁所以呢個肯特咧，咁如果係大家道不同不相與謀，走咗咪走咗咯。我唔覺得佢嘅離開咧會對美國產生咩好大嘅影響。所以話川普政府內部好快就會分崩離析，因為美國喺伊朗戰場上咧會受到嚴重打擊。呢種講法我目前冇睇到任何根據，反而咧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嘅軍事打擊咧又取得一個巨大嘅成就。因為伊朗嘅實際領導人咧，今次可能真係被消滅咗啦。邊一個領導人啊？嗱，伊朗最高領導人原來叫哈梅內伊啦。哈梅內伊被美國同以色列空襲死亡之後咧，邊個係接班人咧？我哋之前咪講過，川普喺伊朗上演嘅節目《誰是接班人》啊嘛。伊朗成立咗個3人小組，分別係總統啦，同埋咩憲法保護委員會啦，同埋另外一個司法部嘅負責人。呢3個人咧，其實係咪真正嘅掌權人呢？最起碼伊朗嘅總統並非係一個有實權嘅人。咁所以當時好多人都懷疑，伊朗有個機構叫做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咧，有個秘書叫做拉里賈尼。秘書你聽落去，即係如果我哋通常講 secretary 咁，老闆下邊一個辦事人員，拉里賈尼唔係。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咧，首先我哋講佢由咩組成嘅咧？宗教最高領袖、總統、軍隊、警察、情報部門、經濟部門、外交部門，係呢一紮組成嘅委員會。聽落好緊要喎！成個國家嘅決策機構全部喺度啦。咁呢個委員會咧，表面上咧係受總統去管理嘅，但係咧佢裏邊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嘅秘書咧係最高精神領袖任命嘅。哇！而呢個委員會裏面所作出嘅一切決策，如果冇最高精神領袖，即係宗教領袖同意嘅話咧，通通作廢。咁所以最高宗教領袖通過任命呢個秘書係控制咗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喺呢邊咧，充其量係一個擺設嚟嘅啫。但總統唔係話經過呢個哈梅內伊被炸死之後，好似冇露過面。收尾佢有露過面，佩澤斯基安有露過面，但係咧佩澤斯基安被認為係伊朗嘅改革派啊嘛。今次呢個拉里賈尼呢個以色列宣布話，佢已經俾我哋炸死啦。於是咧好多中文媒體就話，假嘅，邊度係啊？呢個拉里賈尼啊，喺以色列宣布炸死佢之後咧，仲寫封信俾伊朗嘅呢個軍隊，表揚佢哋如何如何。點知咧佢哋話音未落，唔希望拉里賈尼死嘅呢啲人話音未落。伊朗嘅總統佩澤斯基安企出嚟證明，拉里賈尼已經俾人炸死咗啦。同時被炸死嘅咧，仲有個蘇萊曼尼叫做。呢個蘇萊曼尼咧就唔係川普第一個任期炸死嗰個聖城旅嘅指揮官。呢個咧係
伊朗民兵嘅總指揮官。前冇幾耐向呢個示威群眾開槍嘅咧，就係呢班民兵組織。所以咧，今次被炸死嘅咧，除咗有拉里賈尼之外咧，就仲有呢個伊朗民兵最高嘅領導人，同埋仲有可能係呢個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嘅負責人。但係咧，以色列話我而家仲喺度核實緊，最起碼拉里賈尼已經俾人炸死咗啦。咁所以咧，而家川普同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認為今次呢個打擊係非常之有效，跟住落嚟咧繼續打擊。以色列同美國仲開咗個名單㗎嘛？叫要伊朗啲人提供佢哋嘅情報啊嘛，懸賞1000萬美金。哇！所以我哋冇乜機會攞到呢筆錢，但係伊朗人有機會攞到呢筆錢。川普17號咧喺社交媒體上發文咧，對美國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跟住落嚟會做乜嘢咧，都有個預測嘅。佢覺得美國對伊朗嘅打擊最起碼仲維持喺呢個禮拜唔會改變，同埋咧佢對北約嘅歐洲國家咧表達咗極大嘅憤怒。川普喺社交媒體平台上話，佢話美國已經被大多數北約盟友通知，佢哋唔願意參加喺中東對伊朗恐怖政權嘅軍事行動。儘管幾乎所有國家都強烈贊同我哋而家採取嘅行動，但係佢哋唔參加。點解唔參加咧？嗱，我哋記得北約領導人呂特咧喺好似係3月2號，即係美國對伊朗發動呢個打擊之後咧，3月2號嚟咗美國訪問。當時佢講咧，佢話北約嘅盟友全力支持美國對伊朗打擊，盟友團結一致，連一啲罅隙都冇。講得好好聽。係歐洲國家包括加拿大團結一致。咁而家川普要求佢哋參與呢場戰爭，唔係要佢哋派兵打伊朗喎，係因為佢哋派軍艦去霍爾木茲海峽護航。所有國家通通都 say no。唯獨有一個國家話我哋會去，邊個？法國。咁奇？覺得好驚訝咧。嗱，聽下馬克龍原話點講啊？佢話我哋考慮參加，但係咧要等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平靜落嚟，我哋就會參加啦。霍爾木茲海峽平靜落嚟，仲使乜你參加？係咯，都冇需要護航，你參加嚟做咩啊？馬克龍話我哋分贓啊嘛，咁點都要有啲利益噶嘛。所以今次川普咧係非常之憤怒，佢公開講。話我對佢哋嘅行為咧不感到意外。我哋而家已經唔需要任何北約國家，包括佢點埋名日本、韓國、澳洲，通通都唔使你幫手。我自己一個人搞掂佢。咁其實即係佢係有信心可以打贏嘅喎。嗱，你而家從客觀，我哋唔好講你嘅立場企喺邊度，唔好話你支持川普反對川普。客觀上嚟講，美國同以色列想炸伊朗，想點炸點炸。係咪事實先？伊朗完全冇還手能力。你有冇聽講伊朗擊落咗美國嘅戰機？到今日為止冇發生過啊嘛。所以美國嘅戰機入伊朗轟炸咧，係想入就入㗎啦。但係你話佢嗰啲咩軍事將領啊，咩嗰啲政府嘅核心人物喺邊度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我呢個炸彈抌落去，可唔可以炸死佢哋咧？係一個問題。但係我想炸就炸。而美國而家唔敢做嘅一樣嘢，就係炸伊朗嘅石油設施。因為炸伊朗嘅石油設施或者派兵去佔領嗰個哈爾克島咧，嗰個直接嘅對美國嚟講好處就係等於佢切斷咗伊朗嘅經濟來源。咁當伊朗冇錢嘅情況下，呢場戰爭佢就繼續唔落去噶啦。伊朗嘅勞工部先搞笑，前兩日咧有個宣佈，同阿拜登政策一樣，提高呢個伊朗人嘅最低薪金。提高咗知唔知啊？幾多？升80%。80啊？邊個俾錢啊？咪邊個？梗係咁，梗係企業俾錢啦。哇！咁企業咪好慘，80喎，%。你先唔好講企業好慘。我當你企業有錢，我升你800%好唔好？你啲錢拎去買咩啊？當你個國家俾人圍困住，當你嘅生活用品極度匱乏嘅時候，你嘅人工再升，對你嘅生活係冇幫助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如果美國切斷咗伊朗嘅石油輸出嘅收入咧，伊朗經濟即刻就會崩潰。但係美國都要付出代價，就係有可能真係國際石油價格咧會去到200蚊。咁所以而家川普仲喺度諗緊會唔會做，但係我哋都留意到佢前兩日咪派咗我哋講過的利波利號去中東，同埋派咗2500個海軍陸戰隊隊員去啊嘛。佢由出發嗰日到嗰日要2個禮拜。咁所以係咪等呢班人到咗之後，川普再下決心去要唔要攻佔呢個哈爾克島咧？如果係的話，佢講明呢場戰爭由而家計，最起碼10日之內唔會結束。咁所以無論川普喺 X 上講乜嘢，或者喺白宮對啲記者講乜嘢，起碼我哋知道美國政府第一
內閣冇分崩離析。而家目前冇一個真係關鍵，譬如講戰爭部部長，譬如講情報總監，或者中情局局長，或者係外交部長，冇呢啲層面嘅人反對川普打呢場戰爭。呢個係第一。第二，美國如何能夠喺呢場戰爭當中真係達到自己嘅戰略目的呢？呢個係有難度、有挑戰。所以我哋必須好客觀咁講，戰爭唔會結束，川普嘅內閣冇分裂。但係美國要達到呢個目的，仲要揾更好嘅辦法先得。係，但係我哋 Focal 新聞室早兩日咧都有報道過咧，即係而家內閣裏面咧啲成員好多大肚啦，咁啊佢哋喺聚會上咧都有講有笑，啲關係好好。而家其實川普呢個內閣核心成員咧，即使有不同意見，大家都會有商有量。但係最終如果川普決心要做嘅話咧，佢哋都會選擇支持。其實呢個係一個正常嘅政府團隊應有嘅呢種行事方式。我保留意見，但係你決定咗，因為你先係三軍總司令啊嘛。美國人民選咗你，唔係選咗我啊嘛。咁所以我要支持你嘅決定，甚至我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根據你嘅指示，要嚴格執行成個行動計劃。呢樣嘢目前我冇睇到任何疑問。老實講，副總統本來就唔會喺具體事情上有好多嘢做。川普最近咪任命咗阿曼斯做一個新嘅職務。咩職務啊？反詐小組領導人，專門針對明尼蘇達州同埋加州嘅詐騙。咁所以曼斯其實可能將佢嘅精力擺咗嗰度，佢未必對伊朗嘅每一次軍事行動咧，佢都有參與其中。最重要嘅無非就係參謀長會議主席、戰爭部部長、外交部部長，即係國務卿啦，即係呢幾個位咧，先係決定咗伊朗成個戰爭到底如何結束同埋何時結束最重要嘅幕僚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